云林大溪有一个乡亲李宗灿，人拢叫伊是蛤蟆王。真早就推出着这种大溪在地传统口味的咸蛤蟆，讲通过3项的检验，是全台湾头一个通过食品验证的咸蛤蟆。 有大溪蛤蟆王之称的蛤蟆养殖专家李宗灿，除了用心饲蛤蟆以外，这几年嘛积极开发加工产品，将传统口味较重的咸蛤蟆做改良，开发出冰刷咸蛤蟆。其实腌制东西在台西是一个以前保存的方式，因为台西一点是鸟不生那么多，所以生活比较困难。 为了让消费者食个安心，伊嘛积极管理制作过程。自这个月开始，嘛甲咸蛤蟆送去做食品的安全检查。它的配方第二点，它的菌数大概都是安全值里面，都无验族，所以我们会尽量保持这个东西的新鲜度。业者除了发挥创意开发产品，安全把关嘛，让大家食个更加安心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